朋友贝基耶，今年我妈乔治是，今年阿姆拉是，今年巴拉是，朋友贝基。你做玻璃。贝基那么夸张，波拉达莫拉达个来下。감사,你弄不错。你看做这垃圾没点过，叫我要注意的。这哪开始？俺最熟家3岁毕业，看最看人没提不起的。我们注意吧。我们做嘛的？叫我哪里要最前面是的。波拉达莫拉给男主说下。贝基、乔治。第二年给孙狗送家3的人，名里呀玻璃啥？玻璃让凝结了。玻璃让凝结了。哦，你做得奖了。你做得奖了。安啦，莫拉给考虑送呢，玻璃给领队钱考虑呢。我们最没给领队钱人，然的啊，看不上玻璃。奥莲子弟瞧不起你出来的多，但看你们都休息，俺就恰动俺着。贝基、乔治，爹呀，巧克力帕里鱼的，永远没啦。贝基达乔治巧克力帕里啥呀搞不起炸药的，一年提领库你男子玻璃你们都怎么样个？俺炸西炸去的。俺谁才是？哈哈哈哈！不群就去你给钱谁穷啊？没啦，我你谈的周子呢，跑姐，你最早怎么讲清楚的呗？去让你怕你涨价谁差评吧？钱的去你就是，抓到！乔治让玻璃了给谁写下去的？乔治带着我查主意。감사.贝基达乔治男子玻璃你们都怎么样？还讲给搞不懂。我贝基耶。乔治，让不让他给谁写的？贝基达乔治给欧男做领队去的下。俺捏着玻璃耶。贝基给男子玻璃了，卡日去写为那什么数？捏着俺心不是扎耶。捏着俺心不是扎耶。贝基、乔治，去你玻璃打怎子呗？也没啦。玻璃瞧不起你出来跟你子群去去的，也想没啦。你做的讲不起有人，你做俺心不起耶。你做俺心不起耶。哦，别死都没。哦吼！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Peppa Pig.